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，多謝支持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兩個大媽怪。今日咧帶大家嚟深圳呢度，今晚咧我哋會住 Grand Hyatt 酒店，一陣間會帶大家開箱。距離咧我哋嘅自助晚餐落廚嗰度咧，仲有一段好遠嘅時間，咁所以就喺附近揾一個公園行下。咁我哋就嚟到洪湖公園行下，睇下睇唔睇到落蟲啦。洪湖公園好大㗎，成個面積咧有58公頃，公園一半都係湖泊，由蓮香湖、洪湖、正日湖3個湖組成，免費開放俾市民。嚟到洪湖公園玩，大人就喺度釣魚，小朋友仲可以用網嚟撈魚添。見唔見到呢一個圓柱形建築物？係通風井同埋除臭塔，巧妙咁樣將佢融入喺公園裏邊，咁就變成瞭望台，仲啱晒啲小朋友喺度玩捉伊人添啊！勁啊！公園仲有好多水鴨，仲唔怕人添。唔止啊，隨處咧都會撞到好多貓貓。佢哋啊，一啲都唔怕人，你喵佢咧，佢就會即刻走過嚟嗲你，氹死我啊！咁熟口面嘅你，係咪頭先嗰隻嚟㗎？洪湖公園最多人知嘅另一個名呢，就係荷花公園，佢有好多個荷花池，種植唔同嘅品種。好靚喎呢度！就算而家12月尾，都仲見到好多唔同嘅荷花，又大又靚。每年都會搞呢個荷花展添。我今次嚟嘅目的係想去洪湖嗰邊睇杉樹，杉林有成1.2公里咁長噶，呢度真係好香，一支支嘅杉樹包圍住我哋，超正啊！好香啊呢度，飄埋嚟，陣陣嘅松香啊！杉林集中喺公園嘅南區福龍橋一帶，成排嘅落羽杉就沿住湖邊生長，有成1.2公里咁長噶。雖然杉林後邊你會影到市區嘅樓，但勝在就夠方便，只要你搭地鐵7號線洪湖站 A 出口一出就到噶啦。杉樹幹直接喺水裏邊生長出嚟，陽光曬落去嘅時候水面就好似一塊大鏡，形成水中嘅森林，好有視覺嘅效果。可惜而家已經3點幾啦，又冇乜太陽，所以就反落嚟個紅就唔係咁多啦，可能要1月中度先靚。呢度真係好靚啊！我去嘅時候係12月尾，仲未係時候。相信你而家去就會見到一片火紅嘅倒影，真係好似一幅油畫咁噶。快啲去感受下啦！再遲啲嚟先至會再紅啊！如果中意兩個大媽怪，記得訂閱 like 啦！行完公園就係時候返酒店。今次豪一次入住位於大劇院站嘅深圳5星級 Grand Hyatt 酒店，佢鄰近萬象城，行街睇戲食飯都好方便。酒店大堂喺33樓，落地大玻璃，樓底超高，採光度十足，好有氣派。望出去就見到梧桐山啦。不過我哋先落去32樓落廚餐廳食個自助晚餐先。餐廳好貼心，有個色彩繽紛嘅波波池，啱晒坐唔定嘅小朋友。一邊食一邊欣賞深圳嘅夜景，正。先嚟睇下海鮮區，有花蟹、鮑魚、青口、龍蝦鉗。鮑魚甜蝦夠新鮮夠肥美，但花蟹就唔係隻隻新鮮啦。唔知點解皮皮蝦係我問職員攞先偷偷地俾我，新鮮好味但就細隻啲。其實仲有兜撈汁海鮮，不過我唔記得咗食，大家試完記得話俾我聽。刺身區就預先切好4盤 ，refill 得好快噶。魚生、希靈魚都鮮甜好味，甜蝦就一般，吞拿魚、螺肉同壽司我就冇食啦。燒物方面，燒羊架夠腍夠野味，仲有燒鵝肝、燒鰻魚串同燒雞肉串。今晚就冇即開生蠔啦，但就有燒香蒜生蠔，OK 啦。可惜焗芝士龍蝦每人只可以拎1切，仲要得半隻，就唔夠喉嚕。食肉獸嘅你就可以食烤牛肋排，
蘋果醋烤火雞、烤羊腿、烤豬肋排，有多款嘅醬汁俾你揀。今期仲有靚澳洲 M5 牛肉同內蒙古羊肉火鍋，你睇下啲脂肪花紋幾靚。配料就有茼蒿、毛肚、豬肝、豬血同墨魚滑等等。特色小菜都有好多，有香蔥蝦、印度薄餅麵包配咖喱雞、黑松露赤貝、炸物、滑蛋蒸鵝肝、蔥燒羊排、小炒牛肉、酸菜魚、蒸小黃魚、臘味、龍井蝦仁、蜜汁雞翼、燒味等等，種類實在太多啦，我真係記唔晒。連香腸嘅種類都咁多，烤蒜都有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黑豬火腿配蜜瓜，多款嘅芝士、煙燻馬膠魚、凍火腿、鴨胸呢一類冷盤，仲有多款嘅生果俾你揀。仲唔夠厚嘅，仲可以6碗粉麵同菜食下添。好啦，到我第2個胃開啟，係時候食甜品咯。有木糠布甸同葡撻，但我最欣賞呢就係成個大蛋糕，個個都好好味，尤其係呢個桑梅蛋糕，甜甜酸酸好開胃，我食咗2個。仲有呢個有酒味嘅黑森林，正。甜品仲有水果撻、芒果布甸杯、櫻桃撻，呢一個朱古力布朗尼嘅朱古力味真係好濃郁，好好味，一定要食。同埋奶油卷、開心果蛋糕味道特別。手工栗子布朗有噱頭，不過味道就 OK 啦。食到最後記得留肚食超好味嘅意大利雪糕，款款吸引，一定要食。我就試咗幾個口味啦，知邊款啱你呢？飲品一樣都好多，除咗汽水呢啲基本嘢之外，仲有紅酒、白酒、日本梅酒、啤酒添。食飽飽係時候落樓下對面戲院睇場 4D 戲，然後就返嚟開箱酒店房俾大家啦。我嘅房間呢就喺10樓，房間有46平方米，係舊式嘅商務型裝修，落地大玻璃窗，望出去同樣都係梧桐山嘅方向，但係因為低樓層，望就樓景多，就唔係咁開揚。望落去呢就係酒店嘅恆溫泳池啦。酒店採用電子窗簾，超方便。電視有65英寸大啦，係可以睇到香港嘅翡翠台。書台側邊呢就有叉電插頭。房間係禁煙房嚟，亦冇聞到殘留嘅煙味。1.8米闊 king size 嘅大床夠晒闊落啊！可惜床褥同枕頭都太遠，我就瞓得唔係太好啦。床頭兩邊都有燈掣、電插頭，亦有額外嘅 USB 插頭。一入房門，正中央就係空間感超大嘅浴室，6尺長嘅大浴缸可以浸浴，亦有手持式花灑。但我反而欣賞佢頭上雨淋式花灑頭，水力夠，超舒服。酒店提供法國品牌沐浴用品，用後皮膚唔乾，頭髮亦好順滑，抵讚。浴室分為一左一右，右邊有4尺直身大鏡，任你照到夠，照爆鏡先至出門口都得。亦都有智能馬桶，不過洗手間嘅抽風系統呢就麻麻啦。左邊係梳洗間、茶水間同埋衣帽間。梳洗間有齊基本設備，但風筒呢就好重，條電線就太短，用落就唔係咁方便啦。茶水間有2支免費支裝水、茶包同埋咖啡，但雪櫃入邊全部都係收費飲品，櫃入邊仲有收費小食添。衣帽間夠2個人一齊坐低着鞋，夠方便。5星級當然有夾萬、燙衫板同燙斗啦。第2日一早就去32樓落廚餐廳食早餐，哇！你睇下幾光猛！落廚餐廳有270度落地大玻璃，9成嘅座位都靠近窗邊，望住呢一個景嘆個靚早餐都幾超噶。望出去呢，就係深圳第1高峰梧桐山啦。早餐一定要有蛋，除咗基本嘅炒蛋、煎蛋、奄列之外，呢度竟然有班尼迪克蛋，仲要即整添。呢個芝士焗番茄好 fresh， 好好食。
腸亦都分牛肉腸、豬肉腸，仲有2款煙肉。西式嘅早餐當然唔少得茄汁豆、薯餅同埋咖喱角，但係沙律款式就少啲咯。中式早餐除咗可以即叫即滾嘅麵同埋菜之外呢，一定要有粥，小米粥、皮蛋瘦肉粥、白粥，仲有好多款餸粥嘅配料，油炸鬼、熱豆漿、豆花腦同豆花。中式又點少得呢一類點心呢？仲有好香口嘅小食，金絲香芋酥，好味；豬肉菜餅、腐皮卷、芝麻球，仲有我最中意食嘅炸鮮奶卷啊！連炒菜、炒飯、炒烏冬、韓式泡菜湯、咖喱魚蛋、韓式冷麵都有。服輕食方面呢，就有好多款唔同嘅穀類早餐，可以配搭凍牛奶、豆奶、乳酪都得。就連麵包、鬆餅都有好多款啊，真係花多眼亂，賣相仲好吸引添。芝士都有4款，用嚟配餅食呢一流。再唔夠喉嘅，食埋生果都仲得。飲品除咗咖啡之外呢，有熱牛奶、豆奶，多款茶葉俾你揀，仲有多款嘅鮮榨果汁。不過就千祈唔好好似我咁係咁飲鮮榨果汁，飲完真係咕嚕咕嚕噶。估你唔到早餐竟然仲可以食多次雪糕，快啲補翻琴晚未食嘅口味先。今次2日1夜嘅 staycation， 住因為床太遠啦，瞓得唔好，但係自助餐呢就勝在夠豐富、夠吸引啦，值得一試嘅。如果喜歡睇我2個大貓怪呢一類嘅介紹，不妨俾個 like 鼓勵下我啊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